台湾人好歌，台湾人全新好秀，拢伫咱银行的超级夜总会，唔通转台哦。 但不能忘本，以前要饮水思源。是，第一个就是假规矩拜树头。对，然后咱的温情，也是然后咱的这帮助等等。是啊。哦，这首歌要请这个8点钟的小生来唱，对不？哦，人引导。哦，少年啊，早点准备个花有点吼。来，一起来欢迎黄文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文兴。 带来这一首《假规矩拜树头》。花开在春天，花钱结实在秋天。这一切拢爱感谢你，甲心人流过汗水。假规矩拜树头，饮泉水。 种种爱在其中，唔通袂记幸福的温暖。甲咱做伙行过风风雨雨这多年，人生种种爱在其中，唔通袂记幸福的温暖。甲咱做伙行过风风雨雨。 这多年，谢谢。好，文宪好，峰哥好，顺哥好，哎，高大哥好，好。早点诗婷姐好，诗婷姐啊，诗婷阿姨嘛，有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，前辈对。现场的朋友，哈哈。各位在这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文宪为歌唱比赛了后，大家对唱歌的功夫当然是真肯定。当然，尾啊去演8点钟了，不得了，演技下跳。谢谢。最近会演什么戏吗？最近后悔。真好。 没啦，就是跑通告，然后还有一些活动的演出这样。黄诗婷拍演过招来北个13亿，客串。对，我拍戏的处女秀就是我处理。碰哥。对，这位男主角当然演真济戏，这位高孝猛先生演过什么？《出国人生》，李岳峰导演的。哦，被讲懂。公共电视。公共电视。是公视。得奖的是。 没有得奖，入围的有，有这种经验就是很好嘛。歌星都要唱歌艺歌，各种东西都要尝试嘛。很惨哎！我在那里面在演什么？吸收米黑的乐队，他咚一种，就不好呀。喂，不好演呐。现在做像的你有看无？你徛遐就一个团长。 蛮欧北啦，但是讲做歌星啊，各种歌曲都要尝试。是啊。真的，你唱佛歌嘛？高翔猛捌唱过，你捌唱过布袋戏的歌？有啊，这是啥？龙珠的锁链啊？龙珠的锁链。是哪登记？是哪登记啊？龙珠的锁链。原住民讲的拢安尼？是吗？是哩。龙珠的锁链是布袋戏的歌。是。文宪有唱过布袋戏？有。 在比赛的时候有唱过布袋戏的歌曲，是唱过布袋戏吗？对，还没有真正跟那个布袋戏结合过嘛？真的，这还真的是没有。给那个听讲你传一团来哦，哎呦，我有绕人来，哎呦，歌名叫做《决战时刻》，决战时刻，决战时刻，破上啊过来，谢谢。风花未满手，将心中风土，感觉到
牵手，碰你要求人幸福，小兄啊，也你往倒路，定然有情绪连续纷飞，向断怕为前途，全国你面升起有勇气，大开甲兴万里，前不由自己。小弟兄弟只有这挂道理，生意事业无所谓。全国你认真的写书去，扬出勇敢和贵，前不由努力。乱世不离落叶比切不为，从天为前天养主，我先是铁心者为傲。红花的往手中心变风土，看个到红纱布梦安将，分牵手，碰你要求人幸福，小兄啊，也你用道路，必然有情绪连续纷飞。向断怕为前途，前途里面升起有勇气，大开甲兴万里，前不由自己。小弟兄弟只有这挂道理，生意事业无所谓。前途里面认真写书去，扬出勇敢好贵，前不由努力。我是不要假比切不为，从天为前天养主，我前是天天地前行。哟吼！关键时刻，胜者为荣。哎呦，这两尊，这两尊到底是两尊？苏阳文，苏阳文，啊，这个是钟嘉玲，是钟嘉玲本人这里引导，我小心你我家梦啊！我有意见。钟嘉玲本人这里引导，我小心你我家梦啊！我有意见。是我做囡仔看报地甲当苏阳文甲我好朋友。苏阳文是阮同学，哎，但是钟嘉玲应该是伫超雷啊，看面拢无看到面。是，但是现在因为金光布袋戏的改革，那所以他把剧情做了一些修改。哦，那他让应该是30年没有人看过钟嘉玲的金面目。对。那这件就是借由这个决战时刻，啊，好大家看到钟嘉玲。而且告有一个做劲爆，就是其实钟嘉玲他跟苏阳文是孪生兄弟。青菜边边的，我不爱信，伊个新闻顶摕出来我看。这位，我请问你，这是钟嘉玲的真面目吗？没错，这就是真面目，我就是钟嘉玲啊！安尼好，啊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的面包安尼？莫非你就是第3集的钟嘉玲？不是，因为大家拢是草师无挂面豆，我挂面豆，今仔日这么热，人讲咱来换一个好咯。我生做这烟豆拢无法看我的面生做安怎咯？是，我听你黑白讲，完全了解了。这是讲这个新的布袋开始，新的时代来临。对，钟嘉玲要以真面目给大家看。对，就是因迄个什么之战。哦，即马是到这个魔域迄阵。魔域迄阵，对，魔域迄阵，就我都看到钟嘉玲的真面目。无聊的男性，这就是阮命哩。头家，你好。你是个乱人啊？好啦，我处理一下啦。处理啥？迄个妹妹拢吼，伊演男主角嘛，我男四角啊。哦，啊，阮两个拢天下女人生，伊就演一哥，我演玛莎，外号叫玛莎拉蒂，目屎拉蒂。
大概好气压压的，我两个啊。人即本拄也是报地的代志，你是做。我知啦，啊是讲伊拢咧人报地，啊我整安尼就先报地，巴头甲我人一下。你收档啦！我来，我处理。伊个来，哥来啊，哥来。来。哎，你慢点啦，人家8点钟你就出边消息啊？无啦，啊阮两个正经咧演8点钟时哦，我拢演歹人啊。你本来你当然会好人。啊，我嘛可怜的，一注意哦，大家欧巴桑讲骂我，哎呀，拢要演歹人，我讲一注意拢好人是鬼要看，对吧？啊，你加个嘛有歹人，但是我毋是足歹，我是甲讨钱较歹尔，伊歌星嘛，佮搞演戏嘛。啊，你变哪里？我甲点一条歌，我其实你不敢请我看者。我甲点条歌真正好听。哦，你替用真点啊？对，我点来。若是我回头来偷看你乌多摆去卖，无这首啦。无这首歌啦。若是我回头来偷看你乌多摆去卖，乃无一条红英红唱的。就歹唱的呢。那是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。哎，唔是，那是我回头来看到你我会吐。阿妈呢？是。你家己拣要对一条，你家己拣啦。我懂你嘛，是拣，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。好啦，好了，我知。啊，你别出声哦。我袂出声，我会坐格马兰。下面啊。今麦有高铁无？依然是高铁，较贵啊！好，来，好啊，欣赏的破声，吹起来，谢谢。因为爱过、恨过，对你付出阮的一切。当初的山盟海誓，如今你我山来离别。我爱你上多，冤离这多年，我的心我的梦，有缘拢是你。孤单单、昏悄的暗暝，你的情，你的人，留啥人伫你身边？若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，面对阮的感情，你打算安怎来想？情情不是爱你的理由，你若放手。